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之前幾集咧都係介紹帝舵嘅潛水款，今次就揾嚟帝舵呢隻經典啲嘅進角系列介紹俾大家。直徑42mm，係一隻金鋼款細秒針，12時位咧就做咗個大嘅日曆槍，機芯係採用緊帝舵嘅原廠 MT5641 機芯，可以自動或者手上鏈。手錶有100米防水，做咗旋入式錶冠。刻有帝舵嘅盾牌 logo， 而錶冠呢仲包有 0.1mm 嘅 18K 黃金薄層，夠晒名貴。配搭咗一個圓拱形嘅藍寶石水晶錶面，而錶殼呢都做咗個拋光打磨，配翻金鋼色嘅錶帶，而底蓋呢就係採用咗藍寶石水晶嘅透視錶底。官網定價係35,900蚊，咁我哋而家做緊個超筍價，2萬頭就買到啦，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嘅錶迷呢，快啲嚟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